窗外的霓虹燈把雨絲染成曖昧的骨紅色。謝霆鋒站在料理台前，指尖捏着那隻青瓷湯碗的邊緣，碗底旋剩最後一圈煎金色的油花，像落日沉進海面前最後的掙扎。他聽見客廳裏傳嚟碗筷碰撞的清脆聲響，母親迪波拉正用她慣常的帶着點舞台劇腔調的聲音招呼大家再添一碗湯。父親謝賢的笑聲低沉而短促，像老式收音機裏漏出的半截爵士樂。而 Lucas， 他11歲的大兒子，正坐在長桌的末席，用筷子尖戳着碗裏的淮山，目光越過氤氳的熱氣，落在父親微微弓起的脊背上。那鍋燙是謝霆鋒下午3點就開始燉的，金華火腿切了薄魚子的片，乾貝用黃酒泡發，排骨焯了3片水，連浮沫都撇得乾乾淨淨。最後殺進一把枸杞時，他特意叫來 Lucas， 讓他聞了聞鍋合縫隙裏轉出的香氣。孩子當時只是皺了皺鼻子，說像外公家的味道，然後便跑開去拼他的樂高星球大戰簽星籃了。此刻，當最後一位客人放下湯匙，當母親起身招呼傭人收走那口已然見底的珐琅鍋時，謝霆鋒忽然覺得手腕上的舊傷印印發酸，那是拍10月圍城時留下的，每逢陰雨天便像鬧鐘一樣準時。他默默拿起抹布，將散落在桌上的5隻湯碗疊成一籮，指尖捉到 Lucas 那隻碗時，發現碗壁旋是溫的，而碗底殘留的燙字比別的碗都要淺上一圈，仿佛被雜麼柔軟的東西輕輕舔過。他沒有升帳，只是將瓦碗單獨放在最上面，轉身走進廚房。水龍頭另開的那一刻，嘩嘩的水聲掩及了身後那串猶豫的比矛還輕的腳步聲。廚房的頂燈只開了一盞，昏黃的光線下，不鏽鋼水槽泛着冷冽的銀光。謝霆鋒把碗一隻隻浸入熱水，洗潔精的泡沫裹住他指節上的繭，那是多年握鍋鏟和吉他研磨出來的印記。他洗得很慢，每一隻碗都轉着圈擦拭，仿佛在給這些器皿做最後的儀式。當他的手指捉到 Lucas 那隻碗的蠟壁時，果然摸到一絲黏膩的尚未乾透的糖分，那是他偷偷在湯裡加的一小酌冰糖，連母親都不知道。只有 Lucas 小時候感冒不肯喝藥時，他才用這法子哄騙過。他蒸了蒸，隨即把碗翻過來，碗底有一個細小的缺口，像月牙的形狀，是去年 Lucas 洗碗時不小心合碰的。當時孩子嚇得眼眶通紅，他卻笑着說這是碗的牙齒印。水汽漸漸模糊了他的護目鏡，他摘下眼鏡放在台面上，忽然聽見身後傳來一聲吸輕的布料摩擦出舉門的聲音。他沒有回頭，只是關小了水流，讓水聲變成一種淅淅瀝瀝的背景音，像山澗淌過鵝卵石。然後他聽見了 Lucas 的呼吸，帶着孩子特有的尚未變聲的柔軟氣息裡有一絲若有若無的枸杞甜味。那孩子顯然在廚房門邊站了一概人了，光腳踩在防滑地磚上，畫虎還站着衣角，因為謝霆鋒衝側面牆壁的瓷磚反光裡瞥見一小團模糊的穿着藍色睡衣的身影。他沒有轉身，只是繼續洗第二隻碗，故意把碗碟碰出清脆的聲響，好給孩子留出退走或者開口的餘地。水珠濺在他黑色 T 恤的前襟上，暈開深色的圓點，像夜空中突然浮現的星座。他聽見 Lucas 往前邁了一小步，幾乎是掂着腳尖，然後那孩子的聲音響起來，輕得幾乎要被水聲淹沒，但每一個字都像用指尖在他後背上寫字一樣清晰。爸爸，其實我偷偷喝了一口。那一瞬間，謝霆鋒手裡的碗滑了一下，在指尖打了個轉，又穩穩接住，泡沫飛濺到他的下頜線上，亮絲絲的。他沒有立刻回答，而是把那隻帶缺口的碗輕輕放在瀝水架上，讓它在眾多完好的碗碟之間顯得格外特別。他關了水龍頭，廚房突然安靜下來，只剩下吊扇緩緩轉動時發出的幾乎聽不見的嗡鳴，以及窗外雨滴敲打空調外機的啪嗒聲。謝霆鋒慢慢轉過身，後背抵着水槽邊緣，雙手撐在台面上，這樣他的視線就能和 Lucas 平齊。孩子站在門框邊，光着的腳趾微微蜷曲，踩在深灰色的地磚上，像5顆小小的貝殼。藍色睡衣的褲腳沾了一點水漬，
大概是經過客廳時踩到了傭人擦地未乾的水痕。他的眼睛很亮，瞳仁是淺褐色的，像稀釋過的蜂蜜。此刻正小心翼翼地仰望着父親，嘴角旋殘留着一絲沒擦乾淨的亮晶晶的油光，但他自己顯然不知道。謝霆鋒忽然想起2008年的那個雨夜，Lucas 剛滿周歲，佛着高燒拳在他懷裡，也是這樣仰望着他，嘴角沾着退燒藥留下的白色粉末，哭累了之後用氣音叫了一聲模糊的阿爸。此刻的寂靜像一層薄冰，謝霆鋒知道自己不能踩碎他。他於是彎下腰，從消毒櫃裡取出一隻乾淨的小碗，倒了大半碗溫水，又從冰箱裡拿出半顆檸檬，切了薄薄一片放進水裡，然後拉過一張高腳凳，拍了拍凳面，示意 Lucas 坐上來。孩子猶豫了2秒，然後像隻謹慎的小貓一樣爬上去，膝合併攏，雙手規規矩矩地放在大腿上。謝霆鋒把檸檬水推到他面前，自己則靠在旁邊的料理台邊緣，雙手交叉抱在胸前，這個姿勢讓他看起來不那麼有壓迫感。味道怎麼樣？他終於開口，聲音壓得很低，帶着剛洗完碗後喉嚨裡那種濕潤的沙啞。Lucas 捧着碗喝了一小口檸檬水，酸得眯起眼睛，然後放下碗，認真地想了想，像在給一道菜打分的小美食家。第一口有點鹹，但是咽下去之後，喉嚨那裡卻熱熱的，然後舌尖上有一種像烤過的話梅的味道。他說完，似乎擔心自己說辣話，又補了一句，比上次黃叔叔帶來的那家米其林餐廳的湯好喝，那個太淡了，像洗蘑菇的水。謝霆鋒忍不住彎了一下嘴角，那一瞬間他眼角的細紋被燈光拉長，露出一種很少在鏡頭前出現的從詞的溫柔。他伸手揉了揉 Lucas 的頭髮，發現孩子的髮尾旋帶着越後的潮氣，洗髮水是草莓味的，和他媽媽那邊的習慣一樣。那你知道為什麼會有烤話梅的味道嗎？他問。Lucas 搖頭，以垂上那顆小小的字隨着動作晃動。謝霆鋒於是轉身從吊櫃裡取出一個玻璃罐，裡面裝着黑乎乎、皺巴巴的陳皮。他拈出一片帶給 Lucas， 因為我在關火前10分鐘放了指甲及這麼大一片15年新攰陳皮，它潰騙你的舌頭，讓你覺得有果香，但其實它怎麼甜味都沒有，全是時間積累出來的錯覺。Lucas 把那片陳皮放在掌心裡翻嚟覆去地看，又臭到鼻尖臭了臭，忽然抬頭，所以你沒有放糖對不對？我喝到的那點甜，其實是枸杞和乾貝打架之後和解的味道。這個比喻讓謝霆鋒愣了一下，隨即他笑出聲來，那是從胸腔深處震出來的，帶着共鳴的笑，驚得窗外停在雨棚上的麻雀卜令飛走了。他想起自己19歲時在東京學廚藝，老師傅也曾說過類似的話，好的湯不是調料的和解，是食材互相妥協之後，把自己最醜的一面藏起來，只把溫柔端上桌。他沒想到 Lucas 會用自己的語言重新詮釋這個道理。他蹲下身，與孩子視線完全平齊，然後慢慢地說：你偷偷喝的那一口，不是從碗裡喝的，是從鍋裡舀的，對不對？ Lucas 的眼睛猛地睜大，像被戳破心事的小賊，耳根瞬間燒成粉紅色。你怎麼知道？他問，聲音裡帶着被刺破的慌張。謝霆鋒指了指他睡衣左袖口上那一小圈淡黃色的油漬，因為碗裡的湯，我盛出來之前撇了3片浮油，只有鍋裡剩下的那層底湯，才會有這種掛壁的油脂。你一定是趁黃阿姨轉身拿餐巾紙的時候，用湯勺偷偷舀了一勺，然後手抖了一下，濺到了袖口上。Lucas 低頭看着自己的袖口，仿佛在看怎麼罪證，嘴唇抿成一條線。過了好一會危才小聲說：我不是故意不忍話的，你之前說過，開飯前不准偷吃，因為那樣會讓廚師覺得自己的作品被冒犯了。他說到冒犯2個字時，帶着明顯的背誦痕跡，大概是那部美食紀錄片裡的台詞。謝霆鋒搖搖頭，把那隻帶缺口的碗從瀝水架上拿下來，放在 Lucas 面前。你知道這隻碗為什麼會有缺口嗎？Lucas 點頭，我說的。
謝霆鋒說：不是，是我故意抹扔掉的。因為那天下雨，你在廚房幫我洗碗，手滑了，碗盒在花崗岩台面上，你哭了，不是因為害怕我罵你，而是因為你覺得自己弄壞了我的東西。他讀了讀，但其實那個晚上，我偷偷用那隻碗盛了一碗泡麵，坐在陽台上吃，覺得那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泡麵，因為缺口的地方剛好卡住我的大拇指，握起來特別穩。Lucas 的眼眶忽然就紅了，但他倔強地仰着頭，不讓眼淚掉下來，就像他3歲時第一次打預防鉗那樣。謝霆鋒伸出手，用拇指輕輕拭過他眼角，然後將那隻碗翻過來，倒扣在台面上，碗底的缺口朝上，像一輪小小的月亮。所以你現在告訴我，你喝的那一口是覺得燙好喝才偷喝，全是因為你想嘗嘗我花了一整個下午到底在忙些雜麼？這個問題像一把恰到好處的藥匙。Lucas 的肩膀終於鬆了下來，他吸了吸鼻子，說：都有。但我主要是想知道，為雜麼你燉燙的時候一直在哼那首《玉蝴蝶》，那首歌好老，而且你哼的都是走調的。謝霆鋒被最後那句話逗得差點被自己的口水嗆到，他咳嗽了2聲，然後正式道：因為那首歌是寫給你媽媽和你的，在我船不怎麼配當爸爸的時候，我每次哼它就提醒自己，火候要穩，耐心要足，就像燉這鍋湯一樣，急火攻心只攰把鮮味煮成腥味。他說完這句話，廚房外面的走廊傳來腳步聲，大概是迪波拉在找 Lucas 去洗手。謝霆鋒迅速把那隻帶缺口的碗收進書舉最深處，又取出一隻新碗放在原位，然後對 Lucas 做了個噓的手勢。Lucas 心領神攰地跳下高腳凳，光腳踩在地磚上，臨走前又折返回來，湊到謝霆鋒耳邊說了一句只有氣流的聲音：你就紙上也有油漬，左手臂彎那裡，騙不了人的。然後他像一陣藍色的小旋風，消失在廚房門口。謝霆鋒獨自站在原地，低頭看了看自己的左手臂彎，果然有一圈淡淡的油印，大概是要燙時就只滑落滲到的。他忽然意識到，這個孩子觀察細節的方式，像極了他自己那種看似漫不經心，實則每一幀都刻進腦海的專注。他重新擰開水龍頭，把剩餘的2隻碗洗完，放回消毒舉，然後用廚房紙巾仔細擦拭台面上的水漬。連檸檬片被 Lucas 咬過一口的殘骸都包起來扔進廚餘垃圾桶。做完這一切，他走到窗前，推開一條縫隙，讓雨夜潮濕清冷的空氣灌進來，沖淡室內殘餘的油煙與陳皮香。他想起20年前自己剛出道時，媒體拍到他深夜在大排檔獨自吃炒河粉，標題寫的是謝霆鋒淪落街頭。其實那天他只是拍完打戲，渾身酸痛得不想回酒店，只想在煙火氣裏坐一個人。現在他懂了，那些被鏡頭放大、被文字扭曲的細節，往往是最真實的生活證據。比如 Lucas 袖口上的油漬，比如他自己手臂彎的燙痕，比如那隻帶缺口的碗被換到書舉最深處的秘密。他摸出手機，屏幕亮起，顯示有10幾條未讀消息，大多是工作群裡的食譜討論和經紀人發來的行程確認。他一條都沒點開，只是打開相機，對着窗外被雨淋濕的霓虹燈拍了一張模糊的照片，然後點開和 Lucas 的聊天框。雖然他們幾乎不用這個聊天，因為住在同一屋檐下，但他算是打了幾個字：明天早餐想吃雜麼？煎蛋要單面算是雙面？然後他放下手機，聽見臥室方向傳嚟 Lucas 和奶奶道晚安的聲音，那聲音隔着2道牆，聽起來像隔着一層薄薄的紗簾。他關上廚房的燈，在黑暗中站了10秒鐘，讓眼睛的映從客廳漏進來的暖黃色光線，然後邁步走出廚房。經過餐廳時，他看見桌上擺着一碟沒動過的桂花糕，是 Lucas 最喜歡的點心，大概是孩子特意留給他的。他拈起一塊放進嘴裡，桂花的清甜裹着糯米的綿軟，在舌尖化開的瞬間，他忽然覺得那個關於和解的比喻也苦不盡的用於食材。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謝霆鋒未有立刻去休息，他回到自己的書房，打開那盞老式台燈，
從抽屉裏取出一本邊緣捲角的筆記本，封面上貼着12道風味的貼紙，但裡面記錄的全是這些年他給家人做過的每一道菜的筆記。他翻到最新一頁，用鋼筆寫下日期和今天的湯譜，然後在備註欄裡添了一行小字 ：Lucas 偷喝一口，評價烤話梅味，修正陳皮比例須減半，冰糖可不加，鮮味足夠時，甜味只是畫蛇添足的道歉。他寫字的時候，筆尖沙沙地劃過紙面，像雨絲穿過竹葉。他想起自己父親謝賢曾經說過，他們謝家的人表達情感的方式都很笨拙。謝賢配給順子買最貴的玩具，卻從不說我愛你。謝霆鋒配給倪子燉一下午的湯，卻只問味道怎麼樣。而 Lucas 這個11歲的孩子繼承了這種笨拙，他用偷喝一口湯的方式來確認父親的時間究竟去了哪裡。筆記本翻到前一頁，上面記着 Lucas 10歲生日那天，謝霆鋒做了一桌素菜，因為孩子那陣子迷上了《西遊記》，堅持要學唐僧吃齋，結果 Lucas 只吃了2口就跑去吃炸雞，氣得迪波拉念叨了3天。但謝霆鋒在筆記裏寫的不是失望，而是他夾了一筷子素鴨放在我碗裏，說爸爸也吃，然後才跑去吃炸雞的。這意味着他知道那桌菜是給他做的，但他願意先分給我，這是他的禮貌方式。他合上筆記本，手指摩挲着封面上那個瘋字，覺得有些東西比米其林星星更重要，比如被孩子偷喝一口湯之後，誰能坐下來認真討論果香與時間錯覺的那個夜晚。他起身去倒水，經過 Lucas 的臥室時，門縫裡透出一絲夜燈的光。他輕輕推開門，看見孩子抱着那隻洗乾淨的帶着缺口的碗。他不知何時被 Lucas 從書舉深處又翻了出來，正穩穩地放在床頭舉上。碗裡放着幾顆他睡前吃的維生素軟糖，像獻祭給月亮的小小供品。謝霆鋒未有走進去，只是靠在門框上，看着那隻碗在夜燈下投出的暗影，缺口處被光線拉長，變成一道溫柔的弧線，像是誰在瓷面上輕輕咬了一口時間。3天後的週末，謝霆鋒在自家院子裡支起一張長桌，請了父親、母親、Lucas， 船有幾個關係親近的老友來吃一獨家常便飯。他沒有做複雜的分子料理，也沒有複製任何節目裡的名菜，只是燉了一鍋和那天一模一樣的湯，陳皮減半，冰糖全免，額外加了幾顆新鮮的無花果來替代甜味。Lucas 這次沒有偷喝，而是坐在父親旁邊，全程看着他從焯水到撇沒到關火，最後盛湯時，謝霆鋒特意把那只有缺口的碗留給了自己，給 Lucas 換了一隻嶄新的配着小鯨魚的陶瓷碗。吃飯時，迪波拉照例點評，這次湯比上次清爽，上次有點膩。謝賢則用湯匙敲着碗緣說：好湯不用說話，喝完碗底不留渣就是本事。Lucas 埋頭喝了2口，忽然抬頭對着謝霆鋒眨了眨眼睛，然後悄悄把自己的碗推過去，用氣音說：爸，你嘗一口我的，我覺得我的比你的甜。謝霆鋒低頭看了看那隻小鯨魚碗，又看了看自己手中那隻缺口碗，笑了。他舀了一隻 Lucas 的湯送進嘴裡，無花果的天然甜味在舌尖化開，清潤而克制，不像冰糖那樣直白地討好味蕾，而是像一陣風過後才察覺到的花香。他放下桌子，對 Lucas 說：確實甜，但你的甜是偷偷藏起來的，像你那天就厚的油脂一樣，要仔細找才能發現。Lucas 得意地晃了晃腦袋，然後把自己碗裡的排骨夾了一塊放進謝霆鋒的缺口碗裡，動作自然得像做過100次。那一刻，夕陽剛好從西邊的葡萄架縫隙裡斜射進來，照在2隻碗上，有缺口的舊碗和新碗並排放在一起，缺口處映着金色的光，像一隻閉上的眼睛，而那隻小鯨魚碗上的油彩在光線下浮出波浪的紋路，仿佛正馱着黃昏游向遠方。而此刻，當我作為這場家庭敘事的旁觀者重新梳理這一切時，我意識到，我們這些在屏幕前圍觀、評論、猜測的人，其實都像那個偷喝湯的孩子。我們渴望品嘗一口名為真實的湯汁，卻只能通過媒體的酌、營銷號的碗、路人鏡頭裡的殘渣去拼湊味道。
我們爭論謝霆鋒到底是不是好父親，爭論 Lucas 的眼神裡藏着冷漠船是依戀，爭論那鍋燙象徵的是作秀船是真情，卻忘了最重要的事實，所有被端到公眾面前的故事都已經被撇鍋三片浮油，剩下的只是被選擇展示的底燙。作為吃瓜群眾，我們的理智應當像那隻帶缺口的碗，允許生活有瑕疵，接受敘事有留白，不追求每一口都鮮甜完美，而是尊重那些未被鏡頭捕捉的藏在就口由字裡的真實溫度。我們不必急於站隊，不必用標題黨去定義一段父子關係的深淺，因為真正的親情永遠發生在關掉水龍頭之後的寂靜裡，發生在被藏進書舉最深處的那隻碗裡，發生在孩子用氣音說出秘密的那個瞬間。願我們都能保持這份清醒，看下的嘴再鋒利，也嘗不出別人碗裡的鹹淡，而唯有放下偏見與預判，我們才能從那些被倒掉的燙渣裡辨認出生活原本的粗麗卻真誠的肌理。和平吃瓜不是冷漠旁觀，而是帶着敬意後退一步，讓該築於廚房的歸於廚房，該屬於月亮的歸於缺口，該築於時間的就讓它安安靜靜地在碗底列一層溫潤的茶色。